2026新春賀歲片《夜王》即將於大年初一2月17號正式上映。電影2月5日喺澳門銀河舉行世界首映禮，導演吳偉倫攜同黃子華、鄭秀文、王丹妮、廖子妤、盧振業同埋謝君豪出席，大批傳媒同影迷到場支持，場面熱鬧。導演聯同2位主演及其他演員喺首映禮前接受傳媒訪問，一齊嚟聽下佢哋嘅分享。呢套戲呢，係因為佢同時係一套喜劇，亦都係一套充滿咗好爆裂劇情嘅電影嚟嘅，咁所以你要兼顧真實與喜劇並行，咁呢個要磨合得好呢，係有啲挑戰。如果真係要尋求突破，我諗呢一部都確實都可以嘅。雖然呢個係有喜劇成分嘅一套戲，但係其實裡面呢，我自己嘅角色嗰條線都係比較 drama 嘅，比較正劇，咁所以我處理都唔使用太多嘅搞笑手法咯。夜王呢部戲寫咗幾場戲喺澳門發生，係因為我哋做 research 嘅時候呢，就知道當日喺尖東夜場嘅從業員呢，佢哋其實好中意過嚟澳門嘅，咁所以嗰陣時都覺得一定要喺澳門拍翻2場戲。更多有關電影詳情，可瀏覽電影官方專頁或關注澳門有線電視嘅最新推介。